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初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新北市2岁囡仔恩恩，是咱国内头一个胃病死亡的囡仔个案。为了要追查因误送病院的真相，伊的老爸拜一的时有去一座新北市的消防局听录音。昨昏就有人伫网络顶头写面册指控讲，消防局当时佫同齐搬一出戏，互恩恩的爸爸看。勤务指挥中心无用气气，讲话用话的，这拢是安排好的。消防局是解释讲，这是为着要呈现苏当时的状况。也佮家属讲，拢无人甲讲，即马伊才知影，嘛是听甲硬气。5月底，恩恩的老爸第一遍伫媒体前讲，恩恩发烧，唔知影人迄天自报案到去病院开了81分钟，伊要求中央甲新北市政府，予伊相关的坏向通联记录。虽然伊到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听录音档。无想到讲代志过一天了后，有一位捌伫咧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做事的县长的查甫人发文指控讲，消防局迄天主动科室的人员打电话到勤务指挥中心，制造假报案的乱象，高假说有火警，大声喊无线电的状况，互恩恩的老爸看。新北市消防局讲，这是为着要害完疫情严重时阵，以救内部作业环境无用的情形，对散布不实信息，因会提出告诉。那为了重现欧米孔疫情爆发时119进线量暴增忙碌的状况，所以还原当时货物量繁忙的情形，让他了解。为求慎重，且避免社会大众误解，本局将检具所有的资料，包含相关的通联记录、录音档案，会向检方来提出告诉。恩恩的老爸崔志涵讲，伊唔知影报案中心的状况是毋是无呢的，因为无任何人甲伊讲。网络上传讲是演戏假报完了，伊才知影讲这一切有可能是无呢的，即马暂时无法度评论。崔爸透早，伊搁伫咧 FB 发文，除了要求疾管署予伊更加完整的资料，也要求新北市政府赶紧提供各单位的坏向联络通联。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咧情况受方面的影响，西半部爱细日大水雨。气象局嘛有针对西半部1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若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8度。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黄山雨方面，同款也伫咱台湾的天顶，各地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西半部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目前有针对西半部1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嘛爱设置单对讲强阵风、地势较低所在会积水。温度的方面，北台湾天气会转凉，透早低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8度；日时高温嘛敢若23度至25度。这2天西半部拢爱设置大水雨，爱等到拜5落雨范围才变较细，集中伫中部以北。若礼拜日方面才会离开，天气才会恢复稳定。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本土病例阁冲悬，对前一天5万多例，冲到要活83000例。中重症有193例，死亡个案有124例。内底阁包括一个9个月大的查某婴，踮厝内困到一半，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救无转来，嘛验出确诊。另外，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6月份咱也伫高原期，疫情要转好，爱等到6月底。6月底本土病例就有机会一天降到1万例以下。会不会痛？不会痛，哇，好厉害！关心做疫苗囡仔是毋是会听？行政长苏清昌透早到家人看囡仔做疫苗，希望用冲悬疫苗注射率。因为国内初期高增加82973例本土确诊，过去高雄确诊数上济有12572例，台中甲新北也超过万例。伫中重症部分增加193例，死亡114例。死亡的124位当中，116位有慢性病史，那81位没有接种满3剂疫苗，这当中有47位是未接种任何1剂的疫苗。伫增加死亡个案当中，有一个是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5月27透早甲妈妈共困的时阵，互共大亲友发现面积皮砍掉咧，无喘气、心跳，送医无救，采检阳性。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囡仔重症有39例，17人死亡。集体值是33.7，司法相验的结果是诊断为有呼吸衰竭。那另外是根据这个 PCR 阳性的结果研判是有感染新冠肺炎。
那这一例是属于我们分类上是属于家中死亡的一个案例。因为国内增加个案个位前几天的5万例，回升到8万例，指挥中心推估，台湾6月疫情应该依然在高峰期，不过有医师认为6月至3都可能达到逐天增加1000例。指挥中心认为6月底有希望突破万例，不过是不是突破1000例，还要观察。我们把这4天把放假的效应一起来看，那4天的平均值也大概是6万6左右，所以大概是1个月在这个高峰期里面走，那所以就是说6月13号，我相信数目是会往下降，但要降到百位数来那我想要值得观察。为兼顾防疫量能甲有效风险控管，指挥中心宣布调整确诊大院陪探病甲医护人员免除体检条件，修正做符合该隔离条件，而且伫发病或者是采用日15天到3个月内用免体检，而且发函各县市卫生局转到各医疗院所实际实施日期，依照各病院公告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中南部疫情当严重，昨昏高雄甲台中确定病例拢超过12000例，病例数伫咱国内是排前2名的县市，医疗量能即马嘛真严。台中营总就护理师指控讲，专职病房防疫有空芳，若台南的基理病院即马是拢找无照顾服务员。屏东有家长带发烧、快筛阳性的囡仔去挂急诊的，病院却唔收，引起争议。疫情拖去到中南部，各地医护团队压力拢真大。台中营总的一个护理师指控讲，82间病房去用订收做是专职病房了后，敢若加安玻璃门，而且用塑胶布做隔间，互医护人员伫感染风险真大的环境内底。不过营总配合讲，按中央的规定，专职病房唔免是负压隔离病房。另外，嘛有提供医护人员食饭、甲洗手面等等的空间。去年专职病房成立的时阵，病院就已经有做宣导。按照规定。专责病房也不一定是要负压，但是要符合一定的穿脱、动线还有隔离的措施。塑胶的帷幕，那应该是一个误解，它是设置在我们的洁净区，是来指引员工的动线。咱台南是出现专职病房招无照护员的困境，基比病院开出一天8点钟5000块，一个月会当领到25万的薪水，需要28人。不过到达敢若引到18人，病院这边讲照护员需要长时间穿隔离衫，有的人无法度记载，逐工都要包甲目睭做工课，都唔敢来应啊。承受这个长期穿脱隔离，可能他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密不通风的这个环境，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进入跟我们一起来照顾这些个案，就只好就放弃这个工作。屏东嘛有民众伫咧网络顶指控讲，因后生今年5岁，初7迄天快筛阳性，发烧烧到39.6度。依照屏东县府提供的儿童急门诊绿色通道的指引，带囡仔去国军屏东病院，结果伫急诊遐去用退倒转去。这个家长批评县府错误的信息，去强调因囝互医生看的时间。我家最近的医院呢，我也是听到这个政府的指示去，却说他们没办法收6岁以下，重点是图卡根本就没有写啊。本院的防疫的儿童专责的通道是设在周6的上午9点到10点。病院这边配合讲，儿童专科敢若伫咧拜6早起有开。也若屏东县卫生局强调讲，县内4间有提供儿童绿色通道的病院，服务的时段无同款，嘛拢有做广告。民众会当看详细了后，才决定要去倒一间病院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金管会公布对6月初6为止防疫保单已经保超过300万张，保险费收入是要挖28亿，理赔金额超过54亿。若上后尾一张泰安产险的防疫保单，站已经赶紧摕落来啊！即马市面上已经拢无咧卖防疫保单，因为确定病例即马也搁咧增加，后续的理赔金额搁会抢悬。国泰金控已经增加国泰产险资金有加100亿，这嘛是头一间因为防疫保单增加资金的业者。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39%，这是最近10档来起伏上大的，而且连续3个月超过3%。其中，食外口起上向起伏有5.8%，而且有17项民生物资平均的起伏嘛创下5.25%。来看联合报，南韩的朝鲜日报昨是报讲，南韩的展览技术，那亲像是流到咱台湾，用伫咱的展览国造的计划顶头。南韩的警方已经抓到嫌犯，移送法办，嘛发布通知要抓涉案咱台湾法人代表。
点个大船公司有发出声明，讲韩国嘅展览技术图根本就无法度用伫咱嘅展览国做。来关心配合新考纲，7月份大学考试分科测验已经取消考国文、英文甲数学1，引起争议了后，大学教联会即马已经宣布讲，决定要伫114学年度分科测验对恢复考数学1。考生手做消毒，入去考场，准备要验收高中3年学习的成果。大学考试招生新的制度，配合108考纲，今年头一届采取学测甲分科测验。不过，因为7月份举办的分科测验取消国文、英文甲数学1，引起争议。教联会宣布，114学年数学1会纳入分科测验。之前一直反映到现在，我们当然很支持恢复数理，对于社会组、商管组的学生是非常在意的。可是，对于这个时间点3年的时候，实在是太长。分科测验无要考国文、英文甲数学1，可能会致使大学科系伫采计成绩的时阵翻头选用学测的成绩。等于是有未少头本科的学生，会拄到一场考试就定生死的感觉，所以民间化工爱改革的声音才一直出现。有很多在社会组的，你没有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样子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能够提早就尽量提早。虽然家长甲教育团体支持分科测验爱包括数学1，不过嘛讲旧年就讲要改革，结果拖到今年才公布，当作是伤过混沌。若改革了后的新制度，会效用伫咧大家考完国中会考，伫要升高中1年的学生。另外，教联会嘛会公布113学年度分发入学招生管道、数学采计的查询，来提供互即马高中1年的学生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若受疫情影响，最近这2冬，全国的学校是免米上课、免米停课，这嘛影响做学校营养午餐煮食的业者。业者即马就呼吁政府爱甲因列入去上新的纾困方案，帮助因度时机。伫水果菜市顶悬，因看到真侪已经黄又搁乌乌。这个食材本来是为着学校的营养午餐准备的，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一直停课复课，互团成业者的食材更加正做安尼。当天早上9点、10点来通知厂商，又有在前一天的凌晨，可能深夜，可能10点、11点、12点，我们在计算所有的摊底的费用是用200天计算。当疫情影响只有160天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损失。疫情互团成业者损失惨重，尤其今年平时统计停课，这业者接到消息的时阵，可能所有物件拢已经买好，或者是煮好啊。敢若是今年4月、5月食材耗损都已经超过1亿，搁因为团成业者今年负责学校的供餐，免外包其他业务，所以搁较需要营运协助。不过今年薪资破受困，煞无达到团成。今年度的纾困方案时，我们也请我们秘书处去看相关的资料。那其实就是很感伤的事，其实是完全没有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照顾。即使今年9月复课，我们有很多的伙伴可能也回不来。如果产生必要的费用，就是临时暂停的这个供餐的这个状况，那么相关的可以就厂商已经发生的费用来做机关应该来做处理。如果学校有困难，我们会跟县市政府一起来讨论如何来协助学校。团成业者甲地会开记者会，呼吁相关单位将团成纳入纾困。教部回应，会甲地方政府来协调，不过有地会点出，由地方政府处理的头也阁无够，要求教部爱赶紧建议，看如何协助照顾团成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打，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3000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63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302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548871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超过300万例，日本超过897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6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高株的疫症已经是传到全世界30个国家，而且有超过1000个病例，其中英国病例数上侪超过300例。上新的消息是，美国阁发现2种无同款高株的病毒株，显示病毒有可能已经伫美国传开啊。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蒙特罗，体力开始替高风险族群注高豆疫苗，希望会当阻止人数当日看开。Je préfère être vigilant, parce que ça apparemment assez contagieux de ce que j'ai pu entendre. Donc c'est possible de le faire, je le fais tout simplement. 加拿大高豆确诊已经有880例，超过70例是集中伫魁北克，其中大部分是男性，甲男性有性接触。 高豆会透过空气来消化，确诊的症状甲感冒要同款，会出现发烧、头壳痛、规身躯痛痛，还佫会干咳，皮肤嘛会发红腐烂。这就需要隔离21天。加拿大卫生官员表示讲，过去14天内有甲确诊者皮肤有接触到，也是讲甲2个以上的男性有牵连的查甫的，也是捌接触过确诊者伊的。 皮单衫裤的民众拢都爱注疫苗。So I still have to wait a few days, well, 7 to 10 days before my immunity system is up for battle. But yeah, I feel good. 加拿大和美国目前采取单灭疫苗公司巴伐利亚北欧生产的2剂天花疫苗，对治疗高豆症有85%以上的效果。美国已经有12个州拢总出现25例高豆确诊。美国目前有36000剂高豆疫苗，已经配发1200剂。 因这间公司还佫刷咧交送美国36000剂，并且还佫有1300万剂伫咧冷冻保存。世卫组织统计讲，目前高豆症爆发上较严重国家是英国，超过300例；佫再来是西班牙甲葡萄牙，加再讲还无死亡的案例。1970年开始，高豆敢若伫非洲7个国家咧流行，而且有死亡的案例。毋过这边全球爆发。 确诊者会使讲差不多无非洲的旅游史。世卫组织认为讲，这款的正反常无对同。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欧盟甲欧洲议会昨昏有达成协议，讲自2024年秋天开始，包括手机啊、平板电脑、所有翕相机，才爱充电的电子产品，充电线全部拢会统一。 那这项决定对苹果公司的产品是一大冲击，也毋过目前苹果公司也未回应。 未来欧盟的消费者伫咧甲手机啊、平板电脑，抑个所谓翕相机充电时阵，袂阁头痛，因为接头拢统一做 USB Type-C。European consumers were frustrated with multiple chargers piling up within their homes. Now they will be able to use a single charger for all portable electronics. These new rules will save more than 1,000 tons of electronic waste per year. Could you imagine? Just for one regulation, in addition to an annual reduction of almost 200 kilos of CO2, which is an equivalent of 10 million smartphones, and 2,600 tons of raw materials. 不过对苹果公司影响正大，为了欧洲的销售通路，因就要伫咧2024年进行做修改。All the category of products falling under the scope, including Apple iPhones. In 2 years' time, if Apple wants to market their products, sell their products within our internal market, they have to abide by our rules. iPhone 充电头的规格是 Lightning 充电线 ，Android 是用 USB-C 充电头。欧盟新规定了，以后要伫欧洲卖，拢总爱改。伫过去几落10年来 ，iPhone 抑个 Android 手机啊用户嫌讲，若看品牌产品无法度商用使用，充电线拢爱换，毋但麻烦也浪费资源。布鲁塞尔当局就开始推动规格统一。苹果北讲立法规定统一充电规格是伫咧限制创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中美洲的国家多名记者环境部长拜一的时，伊伫办公室内底放开枪杀害，警方有抓着凶手，凶手是这个部长的老朋友。2个人因过捌因为环境政策意见无对同，这敢是犯案的原因，警方正在调查。多名者环境部大楼拜一传出枪击案，环境部长何海梅拉被紧急送医，环境部员工惊甲赶紧被人间逃生。迄时阵何海梅拉拄咧开会，办公室至少传出7声枪声，凶手竟然是何海梅拉囡仔时阵的佚佗伴。El ministro de Medio Ambiente perdió la vida al ser atacado en su despacho con un arma de fuego.
Miguel Cruz, la persona identificada como la que disparó, era un amigo personal del fallecido ministro. 案发了后无偌久，警方接到线报，伫附近教堂将嫌犯抓到，穿白色 T 恤挂目镜，伫头盔甲防弹胶的10个人就是嫌犯克鲁斯。根据报道，造成的克鲁斯利用甲和黑梅拉是老朋友关系，真简单进入环境部。有人透露，两人伫环境政策顶悬的就定无共。Pero lo que te puedo asegurar es que cualquier producto, cual que sea su naturaleza agrícola, queda terminantemente prohibido conforme se establece en esta resolución. 55岁律师出身的何海梅拉，捌做过电视制作人甲主持人。伊的爸爸是多米尼加前总统何海布朗科。2010年，何海梅拉做环境部长的时阵，捌承诺会致力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体系，搁减少污染。伊伫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向司法机关通报2300件违反环境许可、非法采树啊甲破坏红树林案件，到底是什么原因引来杀身之祸？警方爱国调查。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印度北部山区发生一台巴士并车滑落山沟，车顶30个民众有26个人不幸过亡。巴士倒伫正下的山坎顶悬，事故现场乘客物件落到轨头骹。这意外发生伫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分布的贝阿坎德邦。这台为中部中央邦来的巴士，甲驾驶30人要去红河支流。雅姆纳河发源地一个印度教圣地朝圣，煞伫拜日尾暗啊无细致并落山坎。ये आज बहुत ही दुखद घटना घटित हुई है जो पन्ना मध्य प्रदेश की बस जिसमें ड्राइवर समेत 30 लोग सवार थे उसमें से अभी तक 25 लोगों की जो है मृत्यु का समाचार मिला है। 这事故造成26人不幸死亡，4人受伤。中央邦首席部长马上赶去当地病院探视受伤的生还者。贝阿坎德邦自然风光正水，有真侪印度教圣地，每年吸数百万民众去朝圣。不过山区道路真歹行，阁无适当维修，常常传出交通事故。这摆意外发生了后，莫迪政府宣布会向每一位死者发20万卢比，合新台币7.6万的慰问金，每一位伤者应提到5万卢比。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已经登好啊！从今仔日开始，所有入境南韩的人，无论敢有注意风声，无分国家，拢唔免隔离。来关心风声，北韩有可能会随时进行第7届核能武器的试验。美国态度嘛大真硬，讲已经做好准备。注重生活甲工课平衡，英国开始实施1礼拜休3天的新制度。那即马美国、西班牙、澳洲嘛宣布要对咧实施。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有关保证，讲咱逐年拢会起基本工资。也毋过工商团体即马是认为讲起基本工资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负担真大，起薪水的成本就系反映伫消费者也是商品顶头。若劳工团体是呼吁政府紧定上架工资法较有影，赶紧甲行政院的版本送去立法院审议。我们确实是有计划的，希望每一年都能够调高基本工资。总统蔡英文提出，政府有计划希望每年应调悬基本工资。不过，主计总处切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39%，继续创9年半新高。不止油价继续在原点，食物类继续起价，鸡卵继续年增率高冲到32.23%，外食费用年增率也高达5.8%。薪水调整赶袂到物价起价速度，基本工资2万5起跳，民众普遍无感觉。面对蔡总统调悬基本工资调升上架工资的表态，全国工会总会认为，对大部分中小企业负担较大，就可能让企业将成本增到最后受价，带动物价起价，反倒等来互国内消费者受苦。建议政府是不是劳工们能够体恤企业？这一次呢，能不能动涨，不要调整啊？等到明年景气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调整。但万一如果非调整不可，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希望总统能够督促行政院尽快的把最低工资法送到立法院，尽速来完成立法，作为未来更合理、透明、有效的调整基本工资的一个依据。
目前基本工资调整机制根据基本工资审议办法，由政府学者、劳资代表组成，采用协商制。过程无法院参考，看受行政部门左右，呼吁蔡总统关键兑现当年上计工资法的竞选政见，赶紧将行政院版上计工资法送入会议审议。另外传出基本工资建议要调悬到3万。行政长苏贞昌表示，会看整体经济能力，为劳工做出上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公告退抚新制按算明年7月份会开始实施，目前正等待立法院审议。针对专属部捌讲过，讲退抚基金财务安全会当当30年左右。即马就各中老师较烦恼讲，安尼敢会等因要退休的时，基金煞破产。老师的工作稳定无？退休保证会当领到退休金无？这个问题对于这代少年老师来讲，恐惊无亲像较早遐尔轻定。专告总指出，专属部进前答复立委质询，证实退抚基金的财务安全敢若30年左右。伫各种假设的社家营烦恼，基金会伫因退休的时阵破产，互因真无信心，到底是要做落去，还是赶紧换头路哩？我们每个月缴好缴满几千元的退抚基金，退抚基金仍然要破产。教育虽然不是一个商业投资，可是认赔杀出是不是也是个理智的抉择？这是一个很难过的想法。专告总指出，按照专属部的算法，110年担任公教人员，工作30年后退休，差不多伫140年左右，拄好是即马的基金破产的时间点。照呢算落去，120年退休的公教人员，敢来当领20年；130年退休，敢来当领10年。大概在职的时阵交几60年的钱，退休的时阵万一领袂到，到底是要安怎哩？既然以后领不到退休金，那请问我现在可以拒缴吗？我干嘛缴？我既然知道我退休之后领不到。专告总要求政府分年片的预算投入退抚基金，和半部法制化。专属部退抚司表示，这个问题已经真侪解回应，重新声明新制实施了后，已经同步对基金现有的财务安全提出配套措施。除了持续投入的方案以外，也甲退抚基金投资绩效提升。上界重要就是将政府半部退抚基金会当法制化，来维持基金财务永续。原先134年用完的期限也已经有延后啊。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法国参议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嘛是犹太小组副主席格里欧，带下党派的国会机关来咱台湾访问，会伫咱台湾踮6天。访问团早起到咱台湾，这是由法国参议院犹太小组副主席格里欧带头。这届这是法国国会1年来第3届组团来咱台湾访问。这摆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还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咱政府官员见面，卖互相交流。来关心疫情，已经互第一线医护人员真辛苦，压力真大。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就医检署是反映讲，人力就咧无够啊，超时个过劳，即马防疫奖励金，搁爱互病院靠东靠西。昨昏因是做伙去台北市议会门口抗议病院，要甲奖励金分配方式修改，拢无大声参详。逐工加班到半暝，病院发奖励津贴阁真巨水。台北市联合病院30几个医检师初7做伙来到市议会门口来抗议，认为因无摕到应该有的钱。有一个地方发生群聚，早上通知你，下午就把检体送来。我们就非常临时收到这样的通知，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发出报告，所以大家其实是很辛苦。医检署表示，这卫福部的医检奖励，每件 PCR 是1000块。台北市联合病院甲工会原本伫3月有共识，只声互医检署，3声互相关人员，想袂到院方雄改做对半分，医检署敢若通摕5声，而且设定逐个月领取的上限是22万，因感觉袂当接受。没想到他们直接把去年8到12月的奖励金，用他们的所谓的有上限的方式来发放。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商是3月的时候讨论出来的决议，去年8到12月的时候，医检师有没有依照过去的旧规则好好的加班工作？通通都有，可他们却决定没有，我们没有要打算发这么多钱。
医检署不满跟检组嘛加班啊，所无法度摕到相对的津贴。机关嘛表示，人医的问题凸显的可能是各地方病院的问题，伊嘛会继续集中协调，互第一线人员摕到应该有的奖励。人医是表示，因为考虑奖励金嘛包括其他相关人员，才会调整比例，会阁继续参基层协商，取得平衡。记者陈亚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花莲丰滨乡的基建海水浴场是委外经营，不过最近这几档因为海岸线流失甲真严重，几下的经营团队尾也拢做袂到器材放弃。最近是有民众发现讲，哪亲像阁有新的业者来换，不过因无开放海沙堡，说爱收钱，是引起民众不满。花莲丰滨乡的基建海水浴场离市区40公里，风景真水，以前热天是游客耍水的好所在。不过最近民众发现告示牌，日期要收钱，只是园区附近业者也无要开放。大海的资源是全民所有嘛？你这个业者把他这边霸占了，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如果他们有跟国家租呢？租的话，那最好是也能够开放给民众来参观，会比较 OK。业者强调，无限制任何人进出，或者是用沙堡，不过投资就千万。常常有游客将私人浴室或者是凉亭当作公共设施使用，收100块，除了清洁以外，养低消费。无开放是因为无救生员。一般民众是不可以下沙滩吗？现在我们不建议从我们这个场域下去，因为救生员还没有进来，怕会危险。那如果在其他的通道或其他的管道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限制。东管处表示，基建海水浴场因为海岸线严重流失，承租业者最后拢放弃为外华招商，已经将海水浴场改造海滨游乐区。新的厂商去年6月进驻，目前开餐厅为主，水上活动也未开放。我们有跟他订契约，就是你今天要开放水域，一定要合格的救生员，符合救生相关的设施，才能让游客经由你的区域去走水域游憩活动。民众阁反映去沙堡的渔港道路也封起来，今年为海水浴场大门进出。东管处强调，迄是因为咧做路基工程，毋是业者封起来。日基工程会几过一条落沙堡的便道，未互民众权益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虽望即阵咱国内的疫情也未转好，不过台东县政府是已经决定讲，今年热天热气球嘉年华会会照常举办，时间是对7月初2到8月15，加强45天。因为政府的进行观光方案，7月15嘛要起稿。台东的观光业者即嘛是拢真期待，希望会当礼饭饼、饭礼，甲政府做伙拼观光。透早6点，7粒热气球徛在台东鹿野高台。台东县政府正式宣布，连续办11年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年照办，会遵守疫情管制规定，为7月初2到8月15举行。目前已经邀请30多条国内外热气球，其中20条外国球是第一摆来台湾，不过县府暂时保密，无要公布。先不公布，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上我们热气球的网站哦。那我们随时会公布，它的抵达的时间，然后以及什么时候要出场。县府强调，这摆热气球嘉年华会，飞行员甲地面工作人员拢一定爱做3期疫苗，才能进场服务。游客也爱做2期以上，或者是有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来。目前县府统计，45天的热气球体验有约拢用满，不过也是有现场票用当日来买。台东的旅宿业者也表示，目前部分饭店7月份已经接到5成的预订，加码台东观光，即马靠热气球嘉年华会来提振经济。我们目前，在7月份的一个住房来讲，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起来，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在7月15号开始有特色团体旅游的活动，以及我们游客自由行的住宿优惠补助，相信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台东挹注一个非常大的活水。观光局7月15正式上路进行旅游方案，台东县被列为补助地区。即马县府提前1个月宣布，热气球嘉年华会照常办，旅宿业也咧规划推出在地优惠方案，进行台东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即阵是进入早冬稻仔的挂收期，不过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受方面影响，咱全台湾这2天拢会上大雨。有农民就烦恼大雨会影响收成，所以有一寡农民已经开始咧抢挂。不过云林县的农业处是表示，今年早冬稻仔价销袂歹，提早采收，总共挂着拍7颠倒的脚料。
挂吊机来回来参与开来开去，虽然天气不稳定，不过原有农民烦恼出来连续几天的落雨，恐惊影响到一期稻作收成，趁着雨停的看芳，赶紧来收挂稻作。咱也都叫伊当时挂，伊就当时爱来甲咱挂啦，若无迄个，即个天气都拢安尼清。你看，天气佫乌酥酥啊，你我那是安那爱挂啦。反正嘛，我都天做大啊，我是啦，就毋是讲会挂，但是放是这拢会挂尔，直接是挂起来。对农民抢收稻作，文管府农处就表示，原来今年一期稻作种植面积达29400公顷，近期陆续收挂中，但因为近期气候不稳定，乃已经成熟的稻作，农民会当利用落雨的看盘来收成，但无成熟嘛卖超挂，以免偏见啊三流卖。现在是怕是说他们可能去收购到还没有成熟的。没有成熟的就变成是他们可能去那个价格会比较不好，因为你高的时候你的业期大概不行，而且讲很多问题，所以变成是他们可能会有那个产量跟收益的问题。文管府农处表示，今年全国稻米种植面积规体减少，至于原年今年一期稻作的价数比往年更加好，每百台斤价数1020块至970块，但嘛要呼吁农民。莫因为安尼抢收无成熟的稻作，表面影响规体收益。记者有报道。那逐年的4月份到7月份嘛是挂鹿茸的时阵，嘉义民乡有一间饲鹿角场，资本是按算讲鹿王的鹿茸采收的重量会当超过去年347两。想袂到这半个月天气是真翕热，即马搁咧上大雨，所以鹿茸嘛求水，产量减2成。摕鹿仔来的鹿仔喷水无降温，饲鹿仔的农民讲，凉冷的温度会互鹿仔较稳定，才袂去伤到鹿茸。进前都有采收过300多两的鹿茸。是饲养管理的方面啊，然后还有我们有模拟它户外的比较湿冷的温度，让它鹿茸不会太燥热而磨破，然后让它的鹿茸生长得非常的大。鹿仔就是固定刷来替鹿茸消毒了后，就准备要来采收。农民讲，原本按算有将近400两，可能因为这半个月的天气，鹿茸的产量煞求水2成。去年感觉那就较大片的，今年有较少，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是气候的因素。农民表示，市面上的鹿茸中药材较早较侪是为国外进口，不过其实国产鹿茸的品质嘛袂歹，为饲到采收过程拢要符合相关规定。即马受到疫情影响，民众对健康保养的需求豆豆增加，希望会当带动这个产业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目前咱国内的病例已经超过250万例，确诊者愈来愈多，大家是上惊聊病辈。有医生即马就提醒讲，无论是轻症也是重症，好化了后的2-3礼拜内，拢爱斟酌血管发炎的问题。包括中风、心血管疾病者的急性发作的机会会增加，总共处理无好势，恐惊会无命。国内出现头一个青少年去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个案，是一个15岁的囡仔，无慢性病，捌做过1档疫苗，复原了后，解除隔离，当去学校上课，煞雄雄昏去，落尾也是救无倒来。经过法医做司法相验，死亡的原因是病毒性心肌炎、合并急性气管水。甲心因性休克，也有新冠病毒的感染，引起各界关注。有医师讲，民众去画着了后，除了爱注意闹顿顿、记伫摆等等的病尾，复原了后的2礼拜至3礼拜，爱搁较要意血管发炎的问题，包括中风、心血管疾病等等，急性发作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临床上常常看到都是比较偏重的年轻人会比较常见。病毒性心肌炎基本上据推测，有可能是病毒感染到我们的心脏肌肉的细胞。引起了发炎，或是引起后续的一些免疫的反应，而引起的所谓的心脏肌肉广泛性的发炎，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免疫风暴造成的一个免疫的反应。根据外国上新的研究显示，无论去画着了后，是轻症或者是重症的患者，得到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72%，中风的可能性是增加52%。就算验过无心血管疾病，若是去画着新冠病毒的血管发炎，都有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的病变。肺部跟病毒跟心脏非常接近，所以呢，病毒到肺部以后就有机会到心脏里面去，造成心脏的肌肉被感染，然后产生发炎的现象。医师嘛提醒，确诊者的症状等好了后，若是出现喘气真喘、胸坎扎扎、胸坎痛、心脏乌白跳或者是抱心等等相关的症状，都要赶紧去予医生检查。
记者综合报道。有血啊，记伫下骹歹，虽讲这是老化正常的镜头，也毋过嘛有可能是治着失智症。基比病院有医生就列出8项镜头，互大家了解讲变老甲失智的侦查。总共有医生讲的这镜头，医生是反复讲，一定要赶紧去互医生看。年岁渐渐有啊，一寡器官坏去，功能确实会退化。毋过记忆性直直出问题，真侪人俩准是变老，煞无料想到可能是得到失智症。叫判断力变差，或是说他对于本来有兴趣的事情变得兴趣缺，或者说他开始重复的问一些问题，或者重复的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基比病院的医师就列出8款镜头，互你分别变老甲失智的无同，包含判断有困难、学习用工具有困难、真歹处理复杂的债务。袂记你约会时间，袂记你正确的年份甲月份，思考甲记性一直出问题，直直讲相共的问题甲代志，对活动的兴趣也会降低。若有这款镜头出现，就要注意量早去做检查。对于学习新的事物，例如说使用新的电器的遥控器啊，或者学习或者是使用其他新的器具会产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这类的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及早带来纠正。得到失智症的人会渐渐无法度照顾家己，而且也无药啊通医，敢若会当小可延长发病的时间。毋过配合长照机构甲医疗资源，也通互厝内的人负担较减咧。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疫情滚价影响各行各业，专风车文教基金会昨昏有开记者会，公布局长无断开做伙活落去的计划，提供受疫情影响无收入的局长工作者1个月免费的课程，要当作大时机。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妈妈。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女儿。我们还能继续演出吗？专风车剧团伫台顶演出这2年多以来受到疫情影响的表演艺术者共同的心声。因为疫情经营30年的专风车剧团也受到影响，不过也是决定扩大规模继续行落去。今麦佫推出计划，要帮助其他同款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工作者。因为表演一停掉之后，唯一的收入就没有，大概5000万。带来之后，其实我们疫情一过一点点，我们就赶快表演。表演完之后又赶快还掉一点，疫情又来了，又不够，又再去借，就是说那种感觉上风雨飘摇。然后我觉得永远是大家互相扶持，可以走下去，所以才会想到说我们增加员工，然后增加这种剧场不断期这个计划。专风车文教基金会推出的计划，要互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自由工作者免费甲专风车团队进行1个月演员也是技术人员的进修课程，而且佫提供工作费，希望会使互疫情危机转做剧场工作者进步的机会。那整个计划从即日起，我们预计到6月14号，我们会报名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进行书面的审查之后。然后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告，6月我们一直到7月的20号，我们来进行这一系列培力的共创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专风车嘛伫现场感谢文化部甲企业的帮赞。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等咧研究透过修法，互赞助文化产业会使抵免税金，希望互民间企业更较有意愿投资资源。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那疫情滚价，囡仔用山顶上课，伫山顶上课是要安怎去设博物馆？为着要让学生囡仔共款有效果教学的体验，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有推出山顶参观的课程，开放予学校去申请。大家准备好了吗？因应疫情踮厝上课，透过镜头找山顶的学生囡仔做伙设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开放全台湾各国小申请山顶的参访课程，小解博物馆建筑等等的内容。一个就是本馆的建筑历史，就是用你所不知的台博秘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为大家解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种子。那这场种子的展览其实是在之前是实体展，那在卸展之后，我们就把它化为线上。台博馆表示，进前就甲部分的展品做360度的环境建制，就想讲用效果教学的方式，让囡仔认捌自然人文。卖考虑伫学生休热时，开放予家庭族群来使用。另外部分的馆场嘛搭配科技，甲展品变较生动。
因为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就超过1000件的物件，让大家能够使用手机，然后对着我们的标本，然后去做一个锁定之后，它就会呈现这个物件的名称，然后它的学名啦，还有一些小小的说明。台博馆指出，因伫去年推动保护台湾的常设展，探讨台湾环境生活的故事。因为过去的标本相对较无机量，即马民众嘛会使透过手机看到新闻背景、参生态相片，希望用较活泼的方式，让民众了解博物馆，嘛避免伫疫情期间导览产生群聚的问题。记者陈嘉文、邱凯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澳洲。澳洲上大的属地航空 Ryanair 8日时有公布充满争议的新措施。因即马是要求要入境英国的南非人，坐飞机进前要先完成南非荷兰语的考试。坐飞机佫有语言限制，嘛防批评是严重的种族歧视。总部设伫爱尔兰，欧洲上大属地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即马限制种族歧视的风波，原因是因8日发布消息，要求去英国南非乘客登机进前要先完成南非荷兰语的测试，来证明国籍。They're using this in a manner that is utterly absurd. Afrikaans, you have roughly 20% of the population of South Africa understand Afrikaans or understands Afrikaans, but the rest don't. 路透甲其他英国媒体指出，即马差不多只有12到14%南非人用南非荷兰语，伊只是12种官方语言当中一种。其实大部分南非人母语是祖鲁语，而且伫当年的种族隔离时期，学校甲其他真济机构强制使用南非荷兰语，可以加做种族歧视的象征之一。想未到瑞安航空竟然会提来做国籍测验。It's really not necessary, and it's actually it's not unfair. It's just discriminatory. It's very discriminatory to a whole host of South Africans who don't speak Afrikaans. 虽然航空表示简单测试只是要防止南非假护照，不过对外界质疑无加做回应，也无说明是毋是改变政策。英国官员表示，这项测试毋是南非人入境英国的官方要求。公视新闻邱婉玲报道。印度对2014年人民党执政以来，就对少数的穆斯林发表仇恨的言论，嘛引起攻击事件。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进前搁伫电视顶讲话冒犯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有引起穆斯林的不满。伊斯兰国家的大使拢谴责言道必实，嘛引起外交危机。印度商业大城孟买街路，愤怒的穆斯林受海部要求掠执政党前发言人夏尔马，因为伫电视辩论节目发言冒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甲伊太太，应该将伊以恐怖主义甲违反国安法起诉。北方邦的坎普尔要共款诉的抗争，警方出手压制掠39人。这是当局想要平息南山宗教紧张情绪激动，为指挥也做出将争议言论的发言夏尔马停职，伊本人发推文回失礼，不过也辩讲是因为印度教新兵识破性被捕者才反抢。转推夏尔马言论的党内媒体主管金达尔是被开除。不过，这纠纷无这么简单解决，因为这代志互人真受气的，不只是国内只占13%人口的少数族的穆斯林，也有真济伊斯兰国家。真一个条件大使表达关切。卡达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温存这种仇视伊斯兰言论继续存在，无受处罚，对人权造成严重威胁，可能造成暴力甲仇恨的循环。要求印度为伊斯兰恐惧症的言论回失礼。沙特阿拉伯表示谴责甲遗憾，社会媒体批评甲抵制声音搁较闹热，科威特超市将印度产品改为条例无必备。قطعنا منتجات الهندية بسبب رسالة الرسول. وإحنا كشعب كويتي ومسلم لا نرضى رسالة الرسو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صراحة مقاطعة الهند هذا الشيء مفروض على كل مسلم وعلى كل دولة، لأن هذه تخص الرسو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اللي يخص الرسول يعم على المسلمين كلهم.
201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真高的总理莫迪，甲右翼印度人民党上来了后，国内针对穆斯林受困言论甲攻击增加。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谴责这摆冒犯言论，就是印度对伊斯兰教的受困增加，甲对穆斯林系统性打压背景之下出现。毋过，互印度外交部反驳这是无影代志。毋过，外交危机咧滚价，外款官员承认政府爱甲极端言论传播到水波头，若无会赔真大经济利益。因为印度甲科威特、卡达、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甲阿联等6国在内保安合作理事会，2009-2021年目标价是900亿美金，数百万印度劳工输出到保安合作理事会国家，保安国家也是印度总理莫迪一个交往进口燃料主要来源。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表示，这部分成评论甲推文，毋是新德里政府观点，是少数边缘分子的主张，也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毋过，执政党反应甲高层，那会算是边缘分子。有分析家认为，这个外交效果会使透过公开会议的这样机会，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柬埔寨渔民最近伫花港河钓到一尾4米长、180公斤重大尾红鱼，这是互生物学家拢真欢喜，因为顶一届看到这款淡水红鱼已经是7吨前。大家斗阵将大红鱼放进了洪水部，柬埔寨渔民最近伫湄公河钓到一只大型红鱼，经被救助伫当地考察的内华达大厦研究团队。Our team immediately went out to the river, confirmed that the fishermen had in fact caught a 180-kilo, 4-meter-long giant stingray, and we went immediately to work to release the stingray back into the river. 研究团队将红鱼的鱼钩提出来，佮将伊放进河内底。这场救援互生物学家真欢喜，因为湄公河顶一摆看到淡水红鱼是伫2015年。This catch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big fish in this stretch of river. This is a very remote stretch of river. It's not well studied.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for fisheries and biodiversity. 湄公河的鱼仔会伫大水期间分布到全柬埔寨，甚至进入越南，是当地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摆掠到对湄公河来讲意义重大，因为伊正是这条面临环境威胁的河流，也有大型鱼类存在。不过最近柬埔寨拍算起嘴巴，加上原本就非法过度掠鱼、加塑胶粪扫的问题，科学家烦恼，恐惊会对湄公河生态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公视新闻徐婉玲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咱受方面的影响，西半部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嘛有针对西半部1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等到拜五，落雨范围才会变较细，等到礼拜才会好天。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29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